好歡迎各位喺風和日麗嘅今日一齊嚟參加呢個講座。後邊聽唔聽到啊？聽到。好，唔該。今日我哋講座嘅主題咧係乙型肝炎及其病毒攜帶者嘅中醫治療同埋調理，同埋咧我哋會講一講有關乙型肝炎嘅一啲知識。乙型肝炎咧係有幾多種類型嘅，咁如果唔同嘅人感染咗乙型肝炎病毒之後咧，係會出現幾種唔同嘅情況。咁喺香港地區咧，就乙型肝炎病毒嘅攜帶者咧個數量係比較多嘅。咁喺全球嚟講咧，香港地區同埋大陸地區咧都係乙型肝炎嘅高發區。咁最新嘅一項調查咧，就係喺香港地區咧，大約係有9到10% 嘅人咧係帶有乙型肝炎病毒嘅。咁如果我哋用香港嘅總人口大概計一計咧，亦即係話大概咧係會有60萬人係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嘅。咁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呢批人裏邊咧，又分好多種類型嘅。咁我哋等陣會講到。究竟呢啲人係點樣會感染到乙型肝炎病毒嘅咧？感染咗乙型肝炎病毒之後，會有啲咩危害咧？中醫係點睇乙型肝炎嘅咧？中醫對乙型肝炎有啲咩治療嘅方法？有啲咩藥膳？中醫覺得乙型肝炎係點樣調理？應該點樣去調理？咁呢啲咧，我哋都想喺呢次講座裏邊咧，就俾大家一個扼要，同埋我哋希望係清晰啲嘅答案。咁當然，由於時間有限咁我哋好難話喺呢度咧就有一個非常之全面嘅答案俾大家。咁我最近都寫咗本書叫做《戰勝乙型肝炎》。咁喺呢本書裏邊咧，就會有比較詳細啲嘅答案嘅。咁大家得閒可以翻去嘅時候可以再睇下。咁同埋我哋咧我哋大學同伊利沙伯醫院同醫院管理局咧就合作咧，就成立咗個中醫治療研究中心。呢度留咗治療兩個字，中醫治療研究中心。咁呢個中心咧就喺伊利沙伯醫院裏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或者有啲咩需要諮詢嘅，都可以去嗰個中心諮詢嘅。咁同埋我亦都有個電郵嘅郵箱。當然呢個郵箱咧就可能大家有啲咩問題提出嚟，有啲時間嘅限制咗，咁可能我只能夠係一個簡要嘅答覆。同埋因為我哋啱先講乙型肝炎咧，其實都幾複雜下，咁所以有時可能有啲嘢咧就要當面詳細講，先係能夠講得清楚嘅。我哋喺呢個講座裏邊咧，仲會特別提一提中醫喺治療乙型肝炎方面，究竟可以發揮啲咩作用咧？佢有啲咩特長咧？咁樣咁我哋睇睇，如果人體感染咗乙肝病毒之後咧，其實係會有幾種情況出現嘅。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反應，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反應。有好多研究都顯示，其實我哋好多人都係感染過乙肝病毒嘅，但係到最後發現真係攜帶到呢個乙肝病毒，或者係變成乙型肝炎患者咧，只係佔其中嘅一部分嘅啫。我哋可以睇睇中國大陸有一個研究，感染過乙肝病毒嘅人
係有57.6%，即係一半人係曾經感染過乙肝病毒嘅。但係喺大陸裏邊咧，實際上感染咗之後甩唔到、清除唔到呢個病毒，變成乙型肝炎或者係病毒攜帶者嘅咧，只係10%左右嘅啫。咁亦即係話有相當部分人咧，佢感染咗呢個乙肝病毒之後咧，佢自己係身體係可以清除到嘅，咁但係有10%嘅人咧，喺總人口嘅10%總人口喎，咁啊好大㗎，呢個基數都即係中國嘅人口基數好大啊嘛。咁有10%嘅人咧係會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同埋係會有乙型肝炎嘅。咁呢個如果有10億人嘅話，咁即係差唔多有1億人係會攜帶住乙型肝炎病毒，或者係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所以呢個係第一種情況，有一啲人佢係可以感染咗乙肝病毒之後咧，佢係可以徹底清除走佢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睇到，點解有啲人冇打過乙肝疫苗嘅喎，佢都會有抗體嘅？呢種抗體係一種特異性抗體，專門針對乙型肝炎嘅。點解咧？就係由於呢啲人佢係曾經感染過乙型肝炎病毒，但係佢身體唔單止徹底清除咗個病毒，而且仲產生埋嗰個特異性嘅抗體先。咁所以呢啲人咧就唔需要打疫苗都得嘅，有啲冇打㗎，可能大家翻去問下親朋戚友，有啲人冇打疫苗，佢都一樣會有體內有抗體，就講明呢啲人曾經感染過乙肝病毒，只不過清除咗啦，同埋佢身體裏邊係產生咗一種抗體啦。咁呢種係第一種情況咯喎，人體感染咗乙肝病毒之後第一種情況，呢啲就好彩啦，好彩啦。咁但係我哋都講話有總人口10%係清除唔到嘅喎，佢自己身體係清除唔到嘅喎，就變咗長期攜帶乙肝病毒同埋成為乙型肝炎嘅患者啦，咁呢個係第一種情況，感染咗乙型肝炎病毒之後。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清除唔到啦，咁就會長期慢性攜帶乙型肝炎病毒。點解會清除唔到咧？就可能呢個人當時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嘅時候，佢嘅免疫功能係比較低下嘅，或者係唔做嘢嘅、偷懶嘅個免疫系統。仲有一種咧，就係多數係見於母嬰傳播嘅，即係話由於媽咪有喺懷孕嘅時候或者分娩嘅時候傳俾 BB 嗰啲咧，好多佢係身體裏邊認可咗呢種病毒㗎啦，覺得佢係身體裏邊嘅一部分。咁所以身體裏邊嘅免疫系統咧就唔去同佢打仗，唔去清除佢，咁呢個我哋叫免疫內受。咁凡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咧，佢就清除唔到病毒㗎啦，咁就會長期咁攜帶乙型肝炎病毒啦。咁攜帶乙型肝炎病毒咧，又有兩種情況嘅喎。一種咧就係話，雖然佢帶住病毒，但係咧佢嘅複製唔活躍。傳染性係比較低或者冇乜傳染性，病毒係處於靜止狀態。咁我哋點睇咧？點樣知道佢係呢一隻咧？咁我哋就會睇翻個化驗報告咧，就見到佢咧就話 E 抗原同埋嗰個 HBDNA 都係陰性嘅，只係表面抗原陽性啫。咁我哋就話呢種人咧就病毒處於靜止狀態啦，冇乜傳染性或者傳染性比較低啦。咁呢個係第一種嘅喎。第二種咧就係除咗表面抗原陽性之外咧，又有 E 抗原或者HBDNA 陽性。仲有一種情況咧就係 E 抗原同 HBDNA 都同時陽性。E 抗原同 HBDNA 是但一個陽性或者同時陽性。咁我哋都講明呢個時候咧，病毒複製係比較活躍嘅，傳染性比較強嘅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話，如果咁樣冇乜傳染性，病毒靜止係咪就可以大安旨意唔使理佢咧？咁其實都唔係嘅喎，因為
有病理研究啊，即係抽取肝組織出嚟嗰啲病理研究咧，就可以睇到咧，呢個帶病毒裏邊咧，絕大多數人咧個肝組織咧都喺度發緊炎嘅，都喺度發緊炎嘅，不管佢有冇傳染性都好。咁真正肝組織正常嘅咧係唔夠10%嘅，嗬。咁但係由於我哋肝組織穿刺檢查係一個創傷性嘅檢查啊嘛，咁我哋通常唔會普遍咁使用。咁我哋判斷一個乙型肝炎病毒嘅攜帶者係有活動性啦，係有炎症啦，定係冇炎症咧？我哋都只能夠憑驗血去做一個初步嘅估計。就我哋啱先咁去睇，如果佢 E 抗原同 HBe DNA 都陰性嘅，咁我哋就話哦，呢個係一個病毒攜帶者。咁同埋我哋會睇埋肝功能嘅，嗬。咁如果肝功能又正常，咁我哋都當佢係病毒攜帶者嘅。我哋就唔可能個個去做嗰個肝組織嘅活檢啦，判斷係唔係有乙型肝炎咧？我哋係要睇埋肝功能嘅情況嘅。啱先嗰個咧係判斷病毒活唔活躍，有冇傳染性，就睇嗰啲病毒學嘅指標。我哋啱先講嗰啲係病毒學嘅指標。咁如果要判斷有啲冇傳染性，但係佢都可以發炎嘅喎，判斷有冇炎症咧，除咗肝組織活檢之外咧，就要睇肝功能嗰啲指標啦，酵素高唔高啊，膽紅素高唔高啊，蛋白嘅代謝有冇異常啊，等等呢啲嗬。咁呢個係我哋馬上要講嘅第三種情況啦。嗱，我哋啱先有啲市民遲到啊，咁我哋啱先講咗話，第一種情況就係感染咗乙肝病毒之後清除到嘅，完全冇事嘅，有啲甚至有埋抗體先嘅，咁呢個係佔一部分，但係都有相當多係清除唔到嘅，有相當多嘅人，咁就呢個清除到嘅叫第一種情況。清除唔到嘅咧，可以係單純帶病毒，肝功能正常嘅，咁我哋叫做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攜帶者裏邊咧又分有傳染性同冇傳染性兩類。咁呢個第二種情況。第三種情況就係話直情引起咗肝炎啦，引起咗乙型肝炎啦。咁我哋點話佢引起咗乙型肝炎咧？就睇佢個肝功能有冇問題啦。酵素高唔高啊？膽紅素高唔高啊？等等嗰啲啦。咁喺引起乙型肝炎裏邊咧，又再分嘅喎。所以我哋話呢個病都幾複雜啦。又分急性同慢性嘅，急性同慢性嘅。咁急性乙型肝炎嗰啲咧，佢個病情咧就未超過半年嘅，通常唔超過半年嗬。第一次發病唔超過半年，咁通常啲酵素都會幾高嘅。咁呢個第一種咯喎。第二種咧喺肝炎裏邊咧，第二種咧就慢性乙型肝炎，呢種最多嘅，呢種最多嘅。佢可以係由急性乙型肝炎未醫好轉化啦，病情超過半年，我哋就叫佢做慢性㗎啦。呢個係慢性乙型肝炎第一種成因。第二種咧就話以前曾經有過乙型肝炎嘅發作，即係有個肝功能嘅異常，好返啦。過一段時間佢又再嚟過，咁呢個都係屬於慢性嘅。第三情況咧就話，我哋啱先講有第二種感染咗乙肝病毒之後嘅。第二類咧就話佢原來只係帶住乙肝病毒嘅啫，呢啲。咁呢啲咧其實佢好似身體裏邊有個定時炸彈咁嘅喎，唔知幾時會引起肝功能損害嘅。咁呢一類人亦都可以變成慢性乙肝嘅病人嘅嗬。咁呢個係三種成因都可以導致慢性乙型肝炎。咁所以慢性乙型肝炎咧佔嘅比例係最大嘅嗬。喺臨床上係最多見嘅嗬，最多見嘅。咁我哋都話，點解咁多人會感染到個乙型肝炎病毒咧嚇？點解會咁多人會感染到咧？咁因為其實呢個我哋要睇乙型肝炎嘅傳染咧，佢有三個條件，一個係傳染源傳播途徑同埋容易感染到嘅人群。所謂傳染源咧，就係有症狀同冇症狀嘅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同埋急慢性嘅乙型肝炎病人都可以成為傳染源。
亦即係話呢啲人佢帶住嘅病毒都可以傳染俾其他人嘅。咁傳播嘅途徑咧，主要有血液傳播啦、母嬰傳播啦、密切接觸嘅傳播啊、性接觸同埋醫源性嘅傳播等等呵。咁呢個咧就發俾大家嘅講義裏邊都有提到嘅，咁大家可以詳細嘅可以翻去睇睇。咁而家嘅研究咧就發現咧，大多數嘅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或者係乙型肝炎患者都好啦，多數係母親傳染嘅，母嬰傳播，即係由於媽咪有呢個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咁喺妊娠即係喺懷孕同埋喺分娩嘅過程裏邊再傳俾下一代嘅，咁呢個係最多見嘅。咁可能大家都有啲擔心，哇！咁如果自己係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喎，咁係咪唔可以懷孕啊？咁樣，咁其實亦都唔係絕對嘅嗬。咁就要睇翻佢呢個乙型肝炎嘅母親，佢嘅依抗原係唔係陽性？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睇佢依抗原係咪陽性。如果佢依抗原陰性嘅，即使佢帶住乙型肝炎病毒都好，佢傳染俾 BB 嘅機會係比較細嘅，係好細嘅啫，幾個%嘅啫。咁但係如果佢依抗原陽性嘅話咧，佢傳染俾 BB 嘅可能性就好大啦，就90幾個%都會傳染到俾 BB。咁所以我哋通常發現呢啲乙型肝炎病毒嘅攜帶者或者乙型肝炎患者想懷孕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幫佢檢查下依抗原究竟係咪陽性。如果係陽性，暫時就唔好懷孕住啦，咁呢個係母嬰傳播嘅，因為點解一定要小心呢樣嘢咧？因為如果母嬰傳播到嘅咧，嗰啲 BB 咧95%咧都清除唔到病毒嘅喎。我哋啱先咪話有部分人會清除到嘅，但係偏偏呢啲人咧就95%啲 BB 咧都唔識去清除呢啲病毒嘅，咁變咗話佢哋有95%嘅機會咧就長期攜帶住病毒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盡量要截斷嗰個母嬰傳播嘅途徑。咁有啲人話而家都有啲方法喺 BB 一出世，即係幫佢打針，打一支加強嘅免疫球蛋白，同埋再注射疫苗。但係如果係依抗原陽性嘅母親咧，到後邊先係再做呢啲嘢咧，個作用咧都唔係太大嘅。咁所以一定要喺懷孕前就最好做好檢查先。咁依抗原陰性嘅母親懷孕，我哋話係傳染俾 BB 嘅機會少啲啦。咁嗰啲 BB 咧一出世咧就要即刻打一支加強型嘅乙型肝炎，專門針對乙型肝炎嘅免疫球蛋白，同埋又要再接受一整套，即係打3次嘅乙型肝炎疫苗，咁先可以保護到 BB 嘅。好，咁血液傳播嗰啲大家慢慢睇啦。咁同埋性接觸都可以傳播嘅，亦即係話，比如喺冇安全措施之下，進行性接觸，咁係有可能感染到乙肝病毒嘅。咁呢度有一個措施可以係幫到嘅咧，就係戴安全套啦。戴安全套，咁就係可以減少嗰個性接觸傳播嘅機會嘅。咁有時夫婦是但一方係有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嘅咧，咁就另一方最好去打疫苗啦，咁打完疫苗之後咧，一定要測有冇抗體喎。有啲人打咗都冇嘅喎。好多人以為打咗疫苗就安全晒啦，大安旨意唔使理佢啦咁。咁如果你屋企係冇人有呢個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嘅咧，其實你可以大意啲都得，唔去驗有冇抗體都得，因為你喺社會上接觸到乙型肝炎病人嘅機會就唔係咁多嘅啫，要密切接觸先會傳染到嘛。但係如果你屋企有人有咧，就要打完疫苗之後咧，就一定要再測下有冇抗體啦，就唔好大意啦，就唔好話諗住
一打完就實有，唔係嘅，有少數人會冇嘅。咁你少數人冇咧，你又唔注意咧，咁咪容易俾屋企嘅人感染到咯。咁呢個要提醒大家注意嘅。日常生活嘅密切接觸傳播咧，就要有傷口嘅，有傷口嘅。比如皮膚啊、黏膜啊，如果有傷口啊，咁就如果接觸到含有乙型肝炎病毒嘅血液啊、唾液啊、組織液啊，咁呢啲咧就會傳染到啦，傳染到啦。咁所以有啲人穿耳窿啊、紋身啊、做針灸啊，如果啲器具冇消毒好咧，係有風險嘅，係有風險嘅。好啦，我哋啱先講咗話所有嘅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都可以傳染俾人哋嘅，咁呢個我哋叫傳染源啦。傳播途徑就係啱先啦，好多種啦，母嬰傳播、血液傳播、日常生活嘅密切接觸嘅傳播等等。咁同埋我哋要睇埋人群係唔係容易感染到喎？如果我哋整個全部人大多數人接觸到佢都感染唔到嘅，咁啊唔使驚佢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發現原來人群咧，如果唔打預防針嘅話，唔打疫苗嘅話咧，係好容易感染到乙型肝炎病毒嘅，好容易感染到嘅。咁所以要提倡要接種乙肝疫苗。咁我哋啱先都講咗啦，香港係一個高發區嚟嘅，高流行區嚟嘅乙型肝炎。咁有成60萬人會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啦，其中香港大學醫學院咧有個研究喎，其中呢啲帶乙型肝炎病毒嘅人咧，其中有2成半，即係有25% 到40% 嘅人咧，就會喺40到60歲前咧就演變成為肝癌同埋肝硬化喎。咁呢個風險就相當高啦，因為佢呢個演變率就相當高啦。咁當然呢個係香港地區嘅一個研究啦。咁其他地方嘅報道又有佢哋嘅數據，但係總嘅嚟講都係變成肝硬化同埋唔理佢嘅話嚟講係即係唔去理佢嘅話，唔去積極治療嘅話，咁變成肝硬化同埋肝癌嗰個比例係相當大嘅。咁香港大學嗰度就話有25到40%，上咗到咗40到60歲，佢有個年齡段，到咗40到60歲，咁可能後生嘅時候咧，相對變嗰個機會就相對細啲，但係人總係要老噶嘛，我哋唔可能永遠都好似阿校長咁28歲噶嘛，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小心，要積極治療。咁仲有個規律咧，就會睇到咧，雖然感染乙肝病毒咧，男女嘅比例都差唔多嘅，即係話男同女性俾感染到乙型肝炎病毒嗰個機率係差唔多嘅，但係好奇怪咧，就話發現真正攜帶到即係清除唔走嘅，真正攜帶到乙型肝炎病毒嘅咧，就男多過女嘅。咁即係話女仔咧好彩啲啦，佢哋有相當一部分咧係會踢走嗰個乙型肝炎病毒嘅，但係男性呢方面嘅能力就會差啲咯喎，咁所以我哋見到原來嗰個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嗰個人咧係男多過女嘅。咁有家庭聚集性就係因為佢係可以通過日常生活嘅密切接觸性接觸等等嗰啲可以傳播到啊嘛，咁所以佢會如果你某一個家庭係有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嘅咧，咁佢啲家庭成員係容易有嘅，容易傳染到嘅。咁呢度講咗下咩人容易得到乙型肝炎或者攜帶病毒咧？咁醫務人員啦，做血透析嘅，即係洗腎嘅人啦，腎移植嘅啦，靜脈注射毒品嘅啦，或者靜脈注射長期靜脈注射藥物嘅啦，性濫交嘅啦，同埋經常要輸血嘅，
或者輸血製品嘅。咁當然而家會好啲啦，即係啲血液製品啊同血液咧都檢測過啦。咁但係總係有個風險係會高啲嘅，哦。仲有一個風險更加高嘅就係媽咪係啦，媽咪係啦，配偶啦，配偶係啦，咁同埋如果係機體嘅免疫功能原來已經比較差嘅，好似腫瘤病人啊、愛滋病人啊，咁就如果佢再接觸到乙型肝炎病毒咧，佢就會比正常人咧，比冇病冇痛啲人咧係會容易得到嘅嚇，容易變成嗰個乙型肝炎嘅。咁呢個係邊啲人容易有啦？咁表現嗰啲咧，乙型肝炎咧，佢一開始咧，或者相當部分人咧，佢係冇乜症狀嘅。大家唔好以為哇咁就好咯，冇咩唔舒服，一種病冇咩唔舒服咪好咯。咁其實反為唔好，由於係冇咩症狀，所以好容易忽略咗，即係好容易佢冇乜症狀，唔會俾個警號我哋嘛。唔同感冒打乞嗤、流鼻水、發燒尖寒尖凍咁啊，大家會識去食藥啊、睇醫生啦，咁但係乙型肝炎病人咧，你得咗呢個病之後咧，佢可以冇乜症狀，或者症狀好輕微，咁啊變咗係大意咗咯，冇去及時治療咯，咁就反為係唔好嘅，反為係耽誤咗嗰個治療嘅時機嘅。佢嘅症狀亦都唔係特別嚴重嘅，就算有都唔係特別嚴重，除非係一啲重症嘅乙型肝炎嘅病人，重症嘅乙型肝炎病人。咁佢嘅體徵咧，比如黃疸，大家可能係知道得最多嘅。咁呢啲黃疸咧，係喺少部分嘅乙型肝炎病人先有嘅啫喎。佢相當多部分嘅乙型肝炎病人都冇嘅，咁所以你話想見到黃先再去睇醫生啦，唔可靠㗎，因為好多都唔黃㗎嘛，好多都唔黃，其實已經係乙型肝炎嘅病人㗎啦，咁所以唔可以憑嗰個有冇黃疸去判斷有冇乙型肝炎嘅。咁仲有肝皮腫大啊，蜘蛛痣啊，呢啲叫呢個叫蜘蛛痣佢會真係好似一隻蜘蛛咁嘅。喺呢度我哋揾支筆一握住呢個蜘蛛身咧，佢啲腳會消失嘅。咁呢個我哋叫蜘蛛痣。咁同埋肝掌大小魚際大小魚際呢度發紅。咁同埋肝病面容，呢啲都係喺比較晚期嘅病人先有嘅，即係比較遲嘅病，即係病情發展到比較嚴重啦，或者比較晚期嘅病人先有。所以我哋呢啲體徵咧就唔好靠佢嚟做一個判斷。咁如果要檢驗咧，我哋會有分幾大類嘅檢驗嘅。一個就話我哋睇佢有冇乙肝病毒嘅標誌物。咩叫乙肝病毒嘅標誌物咧？就係大陸嘅所謂兩對半啦。我哋香港都有嘅，都有驗嘅兩對半，然後再有 HB DNA 啦，等等呢啲叫病毒標誌物。有呢個病毒標誌物，唔一定係個肝發炎嘅，唔一定係肝嘅發炎，因為我哋啱先都講咗啦嘛，有幾類情況嘛，咁有啲咧就係唔發炎嘅，個肝冇發炎嘅，有啲係有發炎嘅。咁呢個乙肝病毒標誌物咧，檢查呢啲只係判斷有冇帶住乙型肝炎病毒，同乙型肝炎病毒究竟佢複製活唔活躍？病毒唔叫繁殖嘅喎。其實即係繁殖嘅意思，佢叫複製。複製會唔會傳染性強唔強？我哋係睇呢啲病毒標誌物嘅。好啦，我哋要睇佢係咪同時有埋肝炎啊？佢有冇肝功能嘅損害啊？咁就睇下邊第二類呢啲啦。睇酵素啦，睇肝酵素啦，大陸叫轉氨酶啦。咁睇呢啲嘅咁白蛋白啊、膽紅素啊呢啲呢一啲咧都係叫做肝功能嘅檢查咁呢啲咧就判斷究竟係咪有肝炎啦，肝功能係咪有損害啦，同埋有啲指標可以睇到係唔係提示有冇肝硬化啦，咁就睇呢個肝功能嘅。好多病都可以引起肝功能嘅損害嘅，有啲人搏命飲酒，
佢唔攜帶乙肝病毒都可以有肝功能嘅損害㗎。咁所以呢兩類嘅指標反映嘅嘢係唔同嘅，反映嘅嘢係唔同嘅。第三類咧就係血常規檢查啦。我哋會睇下病人紅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啊個數目正唔正常。咁如果唔正常咧，就要注意有冇肝硬化嘅情況出現，注意有冇肝硬化嘅情況出現。第四類咧，我哋做影像學檢查啦，就係超聲波啊、CT scan 啊、MRI 啊，即係核磁共振啊等等呢啲咧，就係睇有冇肝硬化嘅，有冇生嘢嘅，有冇脂肪肝嘅，咁同埋有冇其他膽石啊等等嗰啲病嘅，咁呢個咧影像學檢查咧，佢就唔係用嚟判斷有冇帶病毒嘅喎，亦都唔係用嚟判斷肝有冇發炎啊，唔係用呢啲嚟判斷嘅，咁肝有冇發炎有冇帶病毒係要驗血嘅。如果到影像學檢查都發現有發炎嗰個影像咧，就往往係好嚴重㗎啦，咁仲有我哋啱先講嘅抽肝組織出嚟啦，抽肝組織出嚟我哋叫做肝組織學檢查咧，呢個咧就佢睇嘅嘢係最多嘅，能夠睇到嘅嘢係最多嘅。可以睇到咧咩咧？可以睇到你肝裏邊係咪真係有病毒喺裏邊？可以睇到肝有冇發炎？可以睇到有冇肝硬化？可以睇到有冇肝癌？有冇脂肪肝？都睇到。但係咧呢個檢查咧，佢有創傷性，有風險啦。因為穿刺啊嘛，會大出血啦，等嗰啲風險啦。同埋咧，仲要睇你穿嘅部位。如果你啱啱穿嘅部位明明係有腫瘤都好啦，你穿喺正常嘅肝組織嗰度，咁佢又會睇唔到喎。咁當然我哋通常做呢個穿刺之前咧，都會先做超聲波啊，先做電腦掃描啊，先做呢啲判斷咗邊度有可疑啦，先穿邊度，或者喺超聲波啊、喺 X-ray 啊嗰啲指引下去穿啦，咁但係亦都有可能係如果冇呢啲嘅，我哋冇生嘢嘅。咁我哋就又想知道佢有冇發炎嘅，咁呢個穿咧就有時會有誤差，危害啦，咁大家都知啦，最大嘅危害咧就係會導致肝硬化啦，會導致肝癌啦。咁呢度都有統計，大陸裏邊咧60%嘅肝硬化病人咧都係乙型肝炎病毒嘅患者嚟嘅。咁如果有乙型肝炎病毒陽性嘅咧，肝癌嘅發生率咧就會比陰性嘅咧就高200倍嘅，202倍嘅，咁所以證明佢嗰個風險都相當大。仲有咧就係話佢仲會引起肝功能嘅損害，肝功能嘅損害。咁嚴重嘅會引起重型肝炎。呢個重型肝炎咧就會危及生命嘅，會導致肝衰竭嘅，會導致肝衰竭，會搞到要換肝嘅，咁我個書都裏邊都有啲病案，書裏邊都有啲病案講呢啲情況嘅，講呢啲情況。咁我哋啱先講嘅咁多種情況，書裏邊都有病案，每一種情況大概都有啲病案提到呢啲唔同嘅情況，提到呢啲唔同嘅情況。咁呢個係佢嘅危害性，佢嘅危害性。咁咩情況下會變成肝硬化咧？乙型肝炎嘅病人，咩情況下容易變成肝硬化咧？就飲酒啦，有多種肝炎病毒嘅重疊感染啦。乙肝本身個病毒佢個基因可以變異嘅，書裏邊有講嘅。今日真係時間關係，佢有啲用下西藥咧，佢會有抗藥性。點解會有抗藥性？佢係用藥嘅過程裏邊咧，佢裏邊嘅基因變異咗啊，咁就會對原來用開藥咧就冇效嘅，就會變咗唔敏感噶啦。咁仲有得咗乙型肝炎之後休息啊、營養啊、治療啊、用藥啊等等呢啲咧冇注意到，咁都容易變成肝硬化嘅。咁點解容易變成肝癌咧？咁就慢性嘅乙肝啦，有家族史啦，
有黃曲霉素嘅接觸史。咩叫黃曲霉素？就係我哋所特別係花生啦，發霉嘅花生裏邊黃曲霉素呢個毒素係最多嘅。咁仲有其他五穀雜糧嗰啲啊，我哋都唔好去食嗰啲發霉嘅五穀雜糧，特別係花生。咁等等呢啲啦，有其他嘅農藥接觸啊、大量飲酒啊等等呢啲咧，都容易變成肝癌嘅。咁我哋呢度提出話變成肝硬化同埋肝癌有呢啲危險因素咧，係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免啦，注意避免啦。咁我哋中醫點睇咧？中醫點睇乙型肝炎咧？個中醫認為咧，乙型肝炎嘅病因咧係有外因同內因嘅。外因即係話來自於外部嘅因素，就主要咧就係感受疫毒病邪。中醫嘅觀點亦即係話係感受乙型肝炎病毒啦。咁呢個疫毒病邪喺中醫嘅觀點裏邊咧，都係有傳染性嘅，都係有傳染性嘅。咁呢個係外因咯。中醫仲認為咧，淨外因咧係唔會引起乙型肝炎嘅，仲要有埋內因，即係有埋自己機體裏邊嘅因素。咁機體裏邊嘅因素咧，中醫認為咧就係話係人體嘅正氣不足。咩叫正氣不足咧？我哋要大家明白嘅説話就係話，代表免疫功能低下啦。免疫功能低下就呢個正氣唔足以消滅呢個乙肝病毒，咁就會兩個因素同時出現，既感染到疫毒病邪，身體又啱啱好係正氣不足、免疫功能低下嘅，咁先會引起乙型肝炎嘅。咁點解會有正氣不足呢？即係點解會有免疫功能低下呢？中醫認為呢，一個係先天嘅問題啦，話一生出嚟都好孱弱嘅，咁先天不足啦。第二個最主要因素係後天嘅失調啦，就包括飲食啊、勞倦啊。而家我哋好多人都捱夜嘅，咁我都係教人唔好捱夜，咁其實自己都經常要捱夜得個講字嘅啫。不過你哋要做得好啲要做得好啲。情志嘅問題啦，有其他病啦等等，呢啲都會導致我哋人體嘅正氣虧損嘅，正氣虧虛嘅。咁呢個我哋都要注意啦，要注意啦。咁外因係發病嘅重要條件，但係人體嘅正氣不足咧，亦都喺發病裏邊有好重要嘅作用。咁兩者缺一不可兩者缺一不可。咁呢個觀點咧，唔係話中醫最而家先正提出嚟嘅，唔係話哇你哋都係跟西醫口水尾啫，唔係嘅。2000幾年前《黃帝內經》已經有講㗎啦，就話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思即係話，如果我哋自己人體正氣充足咧，外邪就一定唔會干擾到我哋嘅咁所以呢個係中醫嘅觀點嚟嘅，好早之前已經有㗎啦，好早之前已經有㗎。一定係人體嘅正氣虛弱，抵抗力唔夠，邪氣先係能夠乘虛而入嘅。所以中醫講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即係話你身體裏邊有病毒，一定係你自己嘅正氣虛弱先會咁樣先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所以我哋中醫治療乙型肝炎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驅邪嘅，即係唔係淨係清除嗰個乙肝病毒。咁中醫咧仲會好着重要扶正，通過輔助人體嘅正氣嚟清除病毒，同埋要調理翻我哋臟腑氣血嘅功能咁所以我哋用呢個比較或者不過係一個客觀嘅情況，但唔等於話西醫嘅有啲乜嘢好與唔好西醫咧佢就淨係用驅邪嘅方法嘅啫，即係淨係用啲藥物咧就殺病毒嘅啫，殺病毒嘅啫。咁佢但係中醫咧就唔係嘅，就係除咗有藥物去殺病毒之外咧，仲要輔助身體嘅免疫功能，輔助嘅正氣嘅當然西藥咧，佢而家都喺度佢比較難話既扶正又驅邪嘅，因為佢哋都係啲化學嘅藥物咧，係一個單一嘅化學結構好難話同時有咁多嘅作用。咁中藥點解又可以扶正又可以驅邪咧？因為
中藥係多數係用複方嘅，即係好多味藥物組成。咁每一味藥物裏邊已經有好多種成分，咁所以佢可以兼顧比較多嘅方面。西醫呢家咧一係就干擾素，咁干擾素咧就調整免疫功能嘅，一係咧就用抗病毒嘅藥物，抗病毒嘅藥物，咁是但用一樣，是但用一樣咁中醫嗰個特色咧，我哋啱先講咗第一樣嘢咧，佢就係既可以扶正又可以驅邪啦。另外咧，第二個特點咧，第二個特色咧就話中醫通常係複方啦。咁複方有啲咩好處咧？中國中央銀行嘅行長啊，中國人民銀行嘅行長咧，周小川，佢有一個倡議喺金融海嘯嚟嘅時候咧，佢倡議咗一種叫中藥療法呵。咁呢個央行行長就等於美國嗰個聯儲局局長啊，等於伯南克嗰個職位咯。咁央行咧就唔係商業銀行嚟嘅呵，係負責整個中國嘅金融貨幣政策嘅。咁佢都認為咧，如果個全球嘅經濟金融形勢好複雜嘅話咧，就適宜要多種措施，好似中藥咁，要多味中藥組成。咁嗰個要多種措施同時上馬啦。咁同埋咧喺用呢啲措施嘅過程咧，就要睇反應，要睇外界嘅反應，就好似等於中醫係要睇翻病人佢食咗藥之後嘅感覺如何，咁就要調控嘅，要調控嘅，用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要加減藥物嘅嗬。咁呢個係周小川講嘅嚇。咁呢個佢講話而家對嗰個金融海嘯、金融風暴就適宜用呢種咁嘅中藥嘅療法。咁亦都係一個比較恰當嘅比喻嚟嘅嗬，都講咗係呢個真係中藥複方嘅特點嗬，真係中藥複方嘅特點嗬。咁治療乙型肝炎咧，就中醫主要會用內服中藥嘅方法主要用內服中藥嘅方法，當然仲有可以有外治嘅方法啦、推拿啦、藥膳啦、針灸等等嗬。咁呢啲咧都可以滿足到病情比較複雜嘅患者嘅需要患者嘅需要。咁中藥喺乙肝嘅治療裏邊咧，可以發揮啲咩作用咧？第一點就係話，不論有冇肝酵素高，都可以用中藥嚟抑制或者清除乙肝病毒嘅。咁西藥嗰個咧，我本書其實有講到咁西藥嗰度咧，佢就一定係要喺病人咧肝酵素有啲高嘅情況下，佢啲藥物咧起作用先正係好嘅。呢個係佢喺用藥之前，如果係專科嘅醫生咧，佢哋就會先有一個預測，先有一個評估，究竟你呢個病人適唔適合用嗰個西藥咧？因為如果你個肝酵素唔係有啲高嘅話咧，佢預計咗用西藥嘅效果會唔好，咁所以會暫時唔會上西藥先嘅。咁呢個喺西醫嘅專科醫生咧，佢哋會做先做呢個評估嘅，先做呢個評估嘅。咁但係中藥咧就不論肝酵素高與唔高，佢都可以開始用藥㗎啦，可以開始治療㗎啦。咁可以有一個能夠攞到一個早期治療嘅時機，有一個早期治療嘅時機。第二樣嘢咧就係中藥咧係可以改善到肝功能嘅，咁包括原來酵素高膽紅素高蛋白代謝異常啲指標異常等等呢啲咧，中藥都有作用可以去改善。咁同埋可以改善同埋消除病人唔舒服嘅症狀啦。比如肝區痛背賴賴胃脹作嘔等等呢啲咁呢啲中藥都可以幫助改善到嘅。第四樣嘢咧就中藥咧係可以中醫中藥咧係可以阻止到乙肝病情嘅發展減少啲併發症嘅發生。乙型肝炎有幾樣常見嘅併發症，咁書裏邊有講。咁呢啲併發症咧，如果我哋用中藥嘅話咧，係可以減少佢發生嘅機率嘅。咁呢個中國大陸有一個長期嘅研究，有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研究，
咁就觀察病人咧就唔係1、2年、2、3年㗎啦，要睇4、5年、6、7年、成10年咁去睇，用中藥同唔用中藥，咁究竟佢嗰個合併症，即係肝癌肝硬化、肝纖維化，佢嘅發生率係唔係用中藥嗰組會少啲咧？咁結果係會少啲嘅呵。咁呢個係阻止佢病情嘅發展呵。咁啊第4點，第5點咧就係、如果真係發生咗啦，咁中醫中藥咧就可以改善呢啲併發症嘅病情改善嘅，同埋阻止佢進一步發展加深。咁喺我度睇嘅都好多都係呢啲有併發症嘅病人。咁如果佢哋堅持治療嘅話咧，咁好多都係生存正常咁生活都好多年。咁當然呢個唔係絕對100%嘅嚇，唔係絕對100%嘅。咁如果早期嘅脂肪肝肝纖維化、肝硬化病人咧，有啲係可以回復正常呵。咁呢個要比較早期嘅情況。咁跟住第6點咧，就話有啲人已經用開西藥嘅，有啲已經用開西藥嘅。咁其實都可以同時適當咁用埋中藥呵。咁可以減少西藥嘅副作用，同埋提高抗病毒嘅療效。咁呢啲咧亦都有個研究嘅，係可以提高到個療效。咁書本裏邊都有介紹嘅呢啲例子呵。呢啲研究嘅結果。咁仲有咧就係話中藥咧，佢係主要植物藥為主嘅。咁相對比起化學藥嚟講咧，佢嘅副作用會比較少呵。咁呢個係佢中藥可以發揮到作用嘅地方。咁中藥嘅治療嘅方法咧，就有內治嘅方法啦。咁中藥所謂內治即係食藥啦，食藥啦。咁第一個方法咧就叫做辨證論治呵。咁辨證論治可能大家喺唔同嘅場合都會聽到過。咩叫做辨證論治咧？就係話病人嚟睇嘅時候咧，佢唔同嘅病人咧會有唔同嘅體質嘅。會有唔同嘅臨床症狀，佢病嘅時間亦都長短不一，長短不一，所以佢嚟到嘅時候咧，就可以唔同嘅病人咧就可以分為唔同嘅症型嘅，可以唔同嘅症型。咁中醫咧就會根據佢哋呢啲症型，呢啲所謂嘅症型就係呢個病人佢自己本身嘅個性，即係佢本身嘅特點，咁嚟開藥去治療。咁或者我哋做一個比喻啦，比如我哋想做一件衫著咁啦，買一件衫著。咁我哋可以就咁去百貨公司去超市買咧，就分大中小號咁就算啦，咁大中小號咧就唔一定係好貼身喎。咁當然係我哋會揾裁縫師傅幫我哋度住身去做嗰件衫係最合適啦。咁呢個辨證嘅論治咧，就等於係我哋去裁縫師傅嗰度度住個身去做一件衫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係適合到呢個人本身嘅特別嘅情況嘅佢嘅個性嘅。咁當然呢個叫度身訂造啦，度身訂造。梗係比我哋求其去超市分大中小號買咁樣會好啲嘅，會適合自己多啲嘅。咁呢個叫辨證論治，叫辨證論治。咁中醫咧就通過呢啲辨證論治咧，就嚟調整翻每個人唔同嘅身體嘅狀態，清除佢裏邊嘅外邪逆毒啦。調整翻佢身體嘅狀態啦，調整翻佢嘅身體狀態嘅時候咧，實際上佢就可以達到調整免疫功能嘅效果，調整免疫功能嘅效果，咁樣嚟達到治療嘅目的，達到治療嘅目的。
咁呢個係中醫嘅第一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第二種方法咧就叫辨病治療。辨病治療咧就係根據呢個病就係西醫嘅診斷啦，就係乙型肝炎呢個病啦。咁會睇翻呢個病人佢究竟肝功能正唔正常啊？有冇黃疸啊？蛋白代謝嘅指標有冇異常啊？根據翻呢啲嚟去選用藥物嘅。咁選用嘅藥物咧，都係通過臨床研究或者藥理研究證實咗係有效嘅，對呢啲異常，對呢啲檢查到嘅唔正常嘅情況係有作用嘅一啲藥物去進行治療，咁比如可以改善黃疸嘅，可以降低酵素嘅。可以調整蛋白代謝嘅，可以抗肝纖維化嘅，可以抗脂肪肝嘅等等呢啲藥物，咁加埋入辨證論治嘅方裏邊，咁我哋會話叫辨證加辨病，辨證加辨病去治療，咁樣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好嘅療效。咁當然呢個辨證加辨病都需要係由註冊中醫師去做嘅，由註冊中醫師去做。呢個係中藥內服中藥嘅方法。仲有中藥咧，仲可以有外治嘅方法嘅嚇。外治嘅方法咧就係唔係食落肚嘅，唔係食落肚嘅。就通過皮膚通過皮膚嘅吸收，外敷中藥，分洗中藥，查冊中藥。穴位貼敷、貼臍、臍部嘅貼敷等等，呢啲咧去做一個治療，去做一個治療，咁樣呢個叫外治嘅方法。咁書裏邊都有介紹呵。跟住第三種嘅方法咧就叫針灸療法啦。咁針灸療法咧，我哋通常見到嘅。長長一支針，我哋叫毫針療法，毫針療法。咁會根據翻病人嘅病情去選穴位，選穴位，然後再採用適當嘅手法，適當嘅手法去做針灸嘅治療。咁同埋仲有喺針灸治療裏邊咧，除咗用長長呢個毫針咧，仲可以用耳穴嘅。耳穴咧係有針，亦有貼，有啲黃不流行止貼。呢啲都叫耳穴療法，叫耳穴療法。咁因為耳仔裏邊咧都相應身體嘅內臟等等咧，佢係有相應嘅穴位，有相應嘅穴位，有脾胃肝等等嗰啲，有呢啲穴位嘅。咁針灸療法裏邊咧嘅第三種咧就梅花針，梅花針。第四種咧就艾灸啦。咁由於呢啲療法咧多數都要由醫師嚟做嘅，咁所以大家了解下就可以啦。咁個別嘅療法咧，比如艾灸貼咗耳仔之後，大家按壓嗰啲咧就可以醫師指導下自己做。跟住咧。除咗中藥嘅內治內服啦，中藥內服啦，中藥嘅外治外敷啦，針灸啦，第四種咧就推拿療法啦。咁推拿療法咧就可以自己做啦，可以自己做啦。咁最好由醫生設計咗一個推拿嘅方案，然後就自己去做，或者係用一個一般嘅方法，呢個一般嘅方法咧就係針對乙型肝炎病人或者病毒攜帶者嘅共性去設計嘅。因為我哋話一個人得咗病之後咧，佢既有個性又會有共性嘅。就等於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嘅共性就都有眼耳口鼻，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個性嘅，咁所以我哋過關嘅時候咧，我哋先可以用到指模啊嘛。如果我同你哋嘅指模都一樣嘅，咁啊亂晒黑、亂晒龍呵。咁所以話
其實我哋每個人得病之後咧，就既會有共性，亦都會有個性呵。咁呢個方案就根據共性去設計。咁如果話想根據每個人嘅特別嘅情況去設計一個推拿嘅方案，亦都係可以嘅。咁仲有就係氣功啦，氣功，咁呢個可以自己練習嘅。藥膳方面咧，就比較常用於乙型肝炎藥膳嘅中藥咧，有黃芪啦，即係北芪啦，黨參啦、白芍啦、鐵甲啦、杞子啦、靈芝啦、丹參啦、三七即係田七啦等等呵。咁亦都有啲食物咧係比較常用於乙型肝炎嘅藥膳嘅。咁呢個發俾大家講義會有啦。如果係用藥膳嘅時候咧，我哋啱先講咗啦，最好咧就係能夠根據每個人嘅體質，根據翻自己每個人嘅情況，自己究竟係屬於咩症型，咁去用呢個藥膳就係最好嘅最好嘅。咁大家可以徵詢咗中醫師嘅意見，或者我哋都印咗俾大家，就係話究竟濕熱內鬱症有啲咩症狀咧？咁大家可以對照下。如果係有呢啲症狀啦，咁我哋就可以適合用呢個藥膳方啦。有呢啲症狀，我哋就可以適合用呢個藥膳方。咁大家咧都可以對一對個講義，或者書裏邊亦都有介紹呵。書裏邊亦都有介紹。咁我哋會有濕熱內鬱症，我哋會用茵陳車前片肉湯嘅。點樣用啲咩材料？點製作？點樣使用？講義裏邊全部都有，書裏邊亦有。如果濕濁中咗嘅就會有呢啲症狀啦。咁我哋會用冬瓜薏米水鴨湯嘅。咁如果係肝鬱氣滯嘅，咁會肝區痛啦，胸翳啦，容易嘆氣啦，咁情緒亦都係成日唔開心嘅，容易唔開心嘅，同埋症狀病情呢啲咧，通常會有情緒嘅波動咧，佢會緊要啲嘅。咁我哋叫肝鬱氣滯，我哋用菊花玫瑰茶啦。如果係肝鬱脾虛嘅，我哋用人參茯苓瘦肉湯啦。如果係淤血阻絡嘅，我哋用丹參三七粥啦。肝腎陰虛嘅，我哋可以杞地黃精蒸雞啦，或者杞地黃精燉雞都得嘅，蒸或者燉湯都得。咁如果係脾腎陽虛嘅，即係個人成日怕冷嘅，手凍腳凍嘅，腰痛嘅，膝頭痛嘅，而且咧就中意暖嘅嘢嘅用熱嘢敷下會舒服嘅，隻腳容易腫嘅，咁同埋我哋中醫好重要咧，就要睇舌脈等等呢啲咁我哋有呢啲情況咧，我哋叫脾腎陽虛啦。咁我哋用巴戟杜仲羊肉湯嘅。咁喺中醫治療方面咧，都有啲事咧，有啲事項咧係要注意嘅，要注意嘅。首先第一點咧就因為我哋啱先講咗乙型肝炎咧，絕大多數都係慢性嘅，咁呢個療程要比較長，咁呢個要堅持治療，唔好半途而廢呵。咁呢啲咧，同埋要提醒大家咧，就話要由有經驗嘅註冊中醫師去進行治療呵。咁就唔適合咧，就自己去亂咁食藥，因為我哋可能大家都知道肝臟咧係一個代謝同埋人體裏邊一個代謝同埋解毒嘅主要嘅一個器官嚟嘅。咁如果佢而家已經有病嘅時候，我哋再亂食藥就好容易導致個肝病加重嘅呵，導致個肝病加重嘅。咁呢個當然西藥係要特別注意，咁中藥亦都係要注意嘅。咁呢個要揾翻有經驗嘅中醫師去睇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病人咧
定期進行化驗同埋覆查嘅嗬。咁如果病期係活動期嘅，即係話佢嘅肝功能係唔正常嘅情況啊，肝功能而家係一個唔正常嘅情況，咁我哋叫做活動期啦。咁呢個就更加要定期化驗同埋覆查啦。咁即使係已經肝功能正常都好啦，但係佢仲係由於都仲係帶住病毒噶嘛，咁所以都需要定期覆查。只不過覆查嘅間隔時間可以疏啲，咁呢個係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查。跟住咧就係第三點咧，就要避免服用對肝臟有損害嘅中西藥物啦。咁西藥就都相當多係有肝病嘅病人係唔適宜用嘅。咁如果中藥咧，亦都有嘅喎，嗬，中藥亦都有。雖然中藥相對嚟講安全啲，但係有某啲中藥，我哋呢度都列出咗常見嘅呢幾種咧，就係喺乙型肝炎嘅病人咧，就係唔適合用嘅，咁可能有啲人會問，喺其他情況下，我哋都見到有醫師開處方嘅喎，咁你要睇睇佢係唔係開俾乙型肝炎嘅病人啦，佢可能係冇乙型肝炎嘅病人啦，咁呢個就可以斟酌，但係如果有乙型肝炎嘅病人咧，就係唔適合嘅嗬，咁同埋要睇翻醫生嘅經驗啦，喺抗病毒方面，咁有部分病人咧就可以中西藥同用嘅嗬，咁但係中西藥同用咧就要有中藥同西藥咧要有適當嘅間隔時間。我哋通常咧就係中藥同西藥咧就要間隔2個鐘以上，咁同埋第5點咧就係我哋要好注意中藥嘅用藥量，包括每一次嘅用量、每個療程嘅總用量、每一味藥嘅用量，呢3樣嘢都要注意。每一味藥要適合用幾多，每一次用幾多，即係你整一包藥係唔係一日食晒佢咧？即係煲一次飲晒啦，番渣一日飲晒啦，就係將呢個番渣分2日飲咧？咁呢個係每一次嘅用量。咁同埋係食幾耐就需要適當停一停咧？咁呢啲都有講究嘅嗬，咁要遵循醫囑嚟用藥啦，咁書裏邊都有提到具體嘅方法。第6點咧就要注意中藥嘅合理搭配同埋交替應用嗬。咁呢個係醫師要去做嘅嘢，咁當然大家都可以提醒，有時可以提醒醫生嘅嗬，咁同埋用藥要有適當嘅間歇嗬。咁呢個係喺治療嘅時候要注意一啲事項。咁至於調理方面咧，我哋中醫就要講要注意精神調節嘅，要保持勞逸適度嗬，咁乙型肝炎咧就同其他病咧有啲唔同，佢對運動活動嘅要求咧就會睇住呢個人呢個病人佢係處於肝炎嘅邊個時期，處於咩時期，同埋佢本人嗰個年齡體質去確定嗰個運動量嘅，同埋確定嗰個運動嘅方式嘅嗬。咁呢個書裏邊係有講嘅，咁呢度都有提到下。咁悠閒放鬆式嘅運動就係啱嘅。咁喺悠閒放鬆式嘅運動咧，帶氧運動啦，我哋係覺得係步行係最好嘅、最適合嘅一種運動。個步速咧就可以根據每個人嘅自己嘅情況同埋病情處於咩階段嚟調整嚇，包括運動嘅時間，點樣計運動量，個書有講嚇。咁因為步行係最唔需要乜嘢設施嘅，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㗎嚇，相對嚟講，翻工梗係做唔到啦。即係收工之後，我哋可以隨時都做到嘅。咁你游水又要游泳池啦，踩單車又要單車又驚撞車啦。咁步行係最安全又係最容易實行嘅一種運動嚟嘅。咁要防止外感啦，要注意飲食嘅宜忌，適宜食啲乜嘢，唔適宜食啲乜嘢。咁呢個講義裏邊都有提到，跟住係要有個預防嘅方法，有預防嘅方法。我哋呢度都有講義裏邊都有提到，咁我哋呢度唔詳細再講，反為留一啲時間俾大家提問，俾大家提問。咁我哋講座就到呢度，咁多謝大家嘅參與，